启明先生，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先生节目。咱台南市有线电视呢，伫104年率先全国完成全面数位化以后，又个持续不断的提供各种的数位化新的服务，开创新的产品。那么呢，属伫咱台南市会当向着科技新城，又个向前迈进一大步。那么到底台南市有线电视伫全面数位化以后呢，对着咱台南市，也个有咱所有市民朋友带来什么款的影响？今仔日呢，咱就邀请到几位贵宾到节目当中，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咱即马就为大家一一来做一个介绍。和咱首先要来欢迎的是咱台南市电脑工会的理事长、常务理事林建南林常务。林常务您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非常欢迎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这位是长隆大学大众传播系助理教授张英韶张老师。是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好，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这位也是长隆大学，他是大4的学生大众传播系的学生代表洪雅君洪同学，您好。主持人，大家好。好。这位呢，咱来邀请到是有线电视的代表，伊是中嘉集团的教育训练师吕梦琴吕小姐。主持人、各位现场的观众，大家好。好。其实呢，讲到这个有线电视数位化了，相信大家呢上介大的感受就是讲，这个电视的画面变得很清晰，然后画面变美了其实大家如果有看这个《启明形象》这部的话，就发现讲，咱影像录影还有现场直播呢，播出来画面，甲即马呢差别非常的大画面变甲非常的水。那么呢，这若是有线电视伫咧全面数位化了，其中一项上大的改变。好，那么到底呢，有线电视伊伫咧全面数位化了后呢，伊这进前可能就是类比讯号跟之后的数位化讯号，还有它后续呢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数位开发的产品呢？咱今嘛就邀请到吕小姐来向咱的观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最主要类比讯号跟数位化的一个讯号我们的分龄点比较重要的是在104年的4月30号开始因为在4月30号过后，我们的台南就是已经完成整个地区的全面数位化，那就正式的进入数位化的有线电视。那如果就是像主持人或现场的观众，家里有在看电视的部分，就会知道说，现在看电视需要透过机上盒才能做一个观看。那机上盒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这个品质跟讯号在传输上面可以比类比讯号来得更稳定。好，那画质上面也会更清晰这样子。好，像我们以前在家里在看类比讯号的电视，都会有杂讯，然后会有横条或者是模这种状况那透过一个数位化的部分从机上盒去传送这个讯号，那现在看起来都会非常的清晰，非常的高画质这样子。那就像很像犀利人妻讲的那句话我们回不去了因为你会发现到其他的地区会发现说，在还没有完成全面数位化，我去转它的电视频道，我会觉得我有点没有办法接受那么粗糙的这一个部分所以这是第一个最大不同。那再来第二个部分就是类比讯号跟数位化的部分就是可以达到数位化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比如说我可以透过机上盒做出原始就是类比讯号没有办法达到的。好，那最主要就像我们以前在看电视的时候，然后我要看节目表，我要查到1周的这个节目表资讯，我可能就要看报纸去看礼拜1到礼拜天它的节目资讯是什么。不过我现在透过机上盒这样功能我直接操作，我就可以看得到说今天他现在演的是什么节目，所以非常的方便。那再来第二个有时候我们在转电视频道，比如说看到这个电影的部分那我们会说这个电影是在演什么？那我们不知道，可能要等很久，等到它字幕会跑出这部片在演蜘蛛人这样子。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他现在是做了10分钟，还是他已经快做完了，我都不会知道，因为这是以前的时代嘛。那透过转换之后其实你会发现我的下面会有一个迷你的一个简介的资讯，我只要转到它之后，我可以知道这个节目它的内容它的剧情的一个部分，那甚至我可以知道说它的时间轴它已经播到什么地方了。对，那在第3个部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功能。像以往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精彩的片段，因为我们害怕错过，我就会想说等到它广告的时候，我再去上厕所。
不过现在因为数位化嘛，我们只要搭配录影功能，那其中有一项叫做时光平移那时光平移这一个重点呢，是我只要在不管任何时候，我就按暂停。在播放的时候我是可以按暂停，然后可能说叫我去倒个垃圾啊，或者是去个洗手间，回来之后我再继续按播放。那把刚刚广告部分我都可以跳过。那这一项的部分就是全数位化，它做到像以往类比讯号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效果。那当然也透过双向的部分，可以提供更多的一个附加的价值服务给我们的用户，这样子。对，所以你讲到这些功能，其实真的都非常的贴心哦。那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你也可以做个示范？因为你们现场就有这个电视。好的，来，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就先看到在节目的一个节目表的部分，因为我们刚才有看到，一个礼拜的部分，所以我从我的节目表里面，我可以看得到说，现在我要播的到一直最右手边，你看从9月28号到10月4号，我都可以秀出来的这一项功能我不用再去翻报纸或者去看它是什么时候这样子那再来第二个，刚才有讲到一个比较特别，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时光平移的这件事情我就操作给大家看一下。好。像这一部影片，可能一般我们就会想说这部影片在演什么，我可能不知道。那因为数位化，我透过机上盒，其实我可以知道说，现在在播放的是《玩命关头4》，那它有一个男主角的部分跟名字都会在上面，这样子，我可以马上知道。那时间轴的部分在最下面，你有看到它已经趋近于就是要结束了这样子，我可以马上知道。那以往我们都很害怕精彩片段会错过嘛，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透过一个暂停的部分，然后我现在就可以去倒个垃圾，或者是接个电话，然后我之后我再回来这一项的一个服务就是非常的一个数位化，能够提供不同的一个价值服务。谢谢。对，所以这样的服务呢，其实是对民众来讲非常的便利，非常的贴心那稍待一会儿，我们还会再请教吕小姐一些问题好，那我们知道说，张老师，你之前也其实曾经担任过我们台南市的费率审议委员，所以你对着咱有线电视的发展其实非常的了解，对不？好，所以你来看咱有线电视伊一路安尼行过来，你感觉讲伊这样的发展一直到今嘛数位化了，你的看法是安怎？有线电视，我想在战国时期的时候，应该台南咱足侪乡亲父老拢有迄个经验啦。看电视会当上安全帽，还当上地沟，还会当抽旅游，迄个时代不过在那样的状态底下，其实整个的节目内容它是一个固定的。那最常大家就说100多个频道。没有一个我想看的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那数位化之后，它最大的一个差别，我想是在所谓的很人性化的选择，也就是个人套餐的那一部分。就是你不想看的你就不要看了，你想看的你就认真看、关注看，而且你的频道可以整理的是干净清晰的。我想这个对很多人来讲，在使用媒体上。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的客制化需求的这一部分，我想这是数位化才做得到。那过去在类比时代，当然你会觉得说，哎呀，我一个月付出的金额，我好像有100-200个频道可以看，可是一圈转完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真的没有一个是你喜欢的。而现在不一样了，你可以为自己量身定做、量身打造，然后不用花很多的时间。像其实一般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在网络上挑选片子或搜寻媒介可能就是花2-3个小时在网海中迷失然后就挑了半天。我想其实我们这边有年轻的妹妹在对，我学生常常也是在讲，就一整个晚上挑半天，挑不到想看的东西。可是我想有线电视它最大的一个状态就是它有进行初步的筛选，然后我们再透过现在的一个初步筛选，再从中间我就可以很清晰的去规划我自己要的内容。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在一个多媒体的选择迷乱的时代里，数位我们的有线电视它可以提供一个很精彩的个人性的互动的这个部分。那台南的有线电视的发展，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就要全国第一。对啊，我记得那时候政府在应该是2011
2015年的时候，对，104年喊出叫一个数位元年嘛，对，然后二话不说，他就也就很希望说所有的有线电视都能够跟上来，对，那结果古都台南是全台第一。对，全面数位化，我觉得当时在看这个数字资料的时候，我真的是为台南叫好。对啊，我觉得这个一个很拥有它一个历史的一个古城，可是却能够搭上一个最新的现代科技，我想这个用心度是看得到的啦。对，值得鼓励。没错，因为要完成这个全面数位化，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一个工程哦。对啊，对，然后我们双子星3冠网有线电视呢，就率先在104年4月底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啦。不过，我想当时真的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就是说啊，我电视都看好好。有无？迄阵咱足侪长辈拢讲啊，我电视都看好好，啊无代无志就叫我换电视。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几年下来后，就看到一件事情，最起码家里头的装潢变漂亮。对，因为那一台电视，等于说我觉得有时候就跟学习是一样的事情啦。那个学习有时候是半强迫的，虽然说可能一开始没有那么的自愿。可是透过一个可能是一个政策上的推动，或者是一个好吧老师指定的作业，结果呢，我们把家里头的电视进行了一个更新。我觉得现在大家回到家都觉得，电视不占空间。以前的电视真的是又笨又重，而且那个画面都叉叉叫。那现在呢，那个电视是美丽的。我想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想很多的长辈本身对新科技是有一些抗拒的，对，我觉得这一点是会的。可是我后来现在这几年下来，倒是有一些长辈跟我说：“我不惊啊。”那不怕了之后有一个好处，就是孙子长大了，孙女长大了，或者是说孩子出国留学，对他们来讲，很多新科技的一个接纳。反而是因为他们使用了数位有线电视，开始产生了一个新里程碑。那我觉得这个或许是一个额外的附加价值，但是我会觉得在生活里，透过最日常的电视，那带给我们所有的人民不管是年轻的或年长的，可以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交集跟汇集。我觉得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个好结果，所以我觉得我还额外看到了这一些。那我也觉得，可能从当时的抗拒到今天，我想它就在日常生活里。那我们会想说，幸好我们有跟上时代的脚步。我想这个也是值得鼓励，对不对？对，没错，因为这个数位化本来就是世界的潮流，这是一定要走的一个路啦。是。好，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电脑产业这一方面啊。那像电脑的话，也是面临到很多的一些冲击跟改变。像我们之前手机，一般的手机改成智慧型手机，那个时候也是整个汰换到现在，几乎大家都觉得人手一机智慧型手机。那有线电视到数位化，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电脑工会的常务理事啦？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你们自己本身电脑产业界的经验，还有你怎么样来看我们有线电视的这整个数位化的发展？我先简单讲一个例子其实我本身是资讯产业的业者，那本身公司是在从事电脑零组件周边耗材的批发。是，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台南市过去有名的商场，其实是在北门路。对，那其实北门路在过去的时代，其实我们都开玩笑叫做一位难求啦。对，但是时至今日其实我们大家可以如果最近有去逛一些北门路的商场的话，对，其实你会发现，第一个里面的柜位有空出来了，对，第二个它已经从过去纯粹销售电脑资讯产品的一个卖家，其实它已经有转化成，因为近几年被网络的一个发达，包括行动装置的一个流行，所以其实店家的部分。他们也相对的去转型，变成去销售，他们可以去销售，变成销售行动装置的一些周边。对，这是目前大概资讯产业，他们所面临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然后去做一个及时一个转型的一个动作。
就是现在画面都已经变清楚了。那刚才我们的吕小姐她也有讲到说，我们提供的有很多，包括什么电视频道、节目表、录影啊、电影馆、动漫馆、K 歌馆。还有生活气象等等。那很多人其实他看到这个9宫格，他第一个按的就是我直接看电视。但是这个9宫格里面提供的这些服务，很多人是还没有按进去过看过的哦。这个的话，大家就可以试试看去按进去看，也许你可以发现说，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蛮喜欢的。因为像现在很多人喜欢唱歌，这个 K 歌馆就是蛮好的一个选项啦哈。所以就是说，其实面临就是你们电脑产业跟有线电视产业一样，就是你刚刚讲的，可能面临到一些冲击，那就是变成我要转型嘛。那转型就是要让它数位化。所以其实就你们电脑业界来看的话，其实数位化之后对你们的影响有哪些？就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因为行动装置的部分，那我们有些是从纯粹的产品的一个销售者，其实它可以转型变成是资讯服务的一个提供者。对啊，对，所以说其实过去有一些刚刚讲的，就是可能实体卖家的部分，他可能过去只是在实体的销售，对，但是他可能接下来他可能是往网络、网购的这一个区块去进行。那过去可能是他们可能是做一些比较偏向工业啊、商业的一些商用软体的部分。那其实他们也相对的，他们会开始去研发一些 App 的一些开发，对，去适应目前整个市场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改变，这样子。对，没错。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用电脑，很多人就是一定就是要结合网络，对不对？那像有线电视，它其实就是说，除了说有线电视这方面，他们还有提供这个VV 宽频的网络。对，按照这个部分的话，就你们业者来讲啦哈，就是说你们听到的声音，网络的频宽跟它的稳定性是不是非常重要？当然，手机它带来的是一个便利性，对，但是它可能在无线网络，它还是会受限一些环境啊，对空间的一些问题，对，所以说其实当然有线频道它是相对的在频宽的部分，它会相对的是比较稳定。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有线电视业者的一个优势啦。那这方面的话，可能就是说，你跟这个无线的这个网络方面，后续要怎么样？就是说，可能做个结合，或者是说在竞争方面怎么样呢？让自己的产品更加的有发展哦。待会我们再来请教有线电视业者代表。好，那我们同学来到现场了哦。那我们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你就是有看这个有线电视嘛？那你在数位化之后比较常用的功能是什么？还是说你只是说还是常看的就是看电视、看电影这样？最常对啊，应该就是看电影啊。而且我觉得那个节目表蛮方便的。节目表这个部分吗？因为以前真的就是小时候又要看什么节目，真的要翻报纸，对不对？对。可是现在去买份报纸来看。对，而且妈妈就是问我说，什么时候有什么，我就可以弄给她看，这样就是我觉得很棒。对啊，所以你们家里长辈在使用有线电视方面，也觉得说数位化之后提供的这些服务，就是已经远远比之前好，对不对？方便很多，就是便利性的部分非常的大。对，像有时候就是，自己在家也不知道干什么，我觉得数位电视让我觉得互动性增加，互动性的部分，不像之前就是只能看电视单方面这样。就是单方面接受看电视这样，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多了，就是一些像录影功能，然后还有可以唱歌，像不敢唱歌，我就可以在家自己在家里自己唱，对啊，这不错啊哈，对啊，所以以前呢，我们就是说，你只能看电视的，讲电视播啥做啥，像拄则我们张老师讲的。一人百台，结果无啥物物件，家己想要看吼。但是呢，即摆你除了讲，你这个节目的品质变好了，然后内容也变多了，然后你可以规划自己喜欢的节目，然后从以前看电视到现在，连当用电视自己用自己操控，怎么用了来，李小姐？跟主持人报告一下哈，因为看电视跟用电视最大的差别哈，我这边想要分享一个案例，因为整个科技环境在做一个进步哈，那所以生活的形态也有在做改变。对，那比如说 Nokia 这间公司，大家就是都知道，它的品质很好，它的手机就是耐摔，然后又摔不坏，可是它最后它倒闭了。对，那它倒闭的原因是，当然有很多的因素。那其中一个因素大家都比较知道，是它可能过度的自信，因为他当初认为手机就是只能拿
那个打电话，就只能用电话这样子。好，但他忽视了说，整个科技环境的有在做一个转变这样子。哈，那到时候他已经错过了一个市场的良机。好，那等到他发现，iPhone 已经上市了，整个去取代了那个整个环境的市场。那其实对有线电视的业者来说，其实我们也意识到有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非常积极的去配合政府的一个全数位化的一个转型的这一项的一个活动。那当然这个改变之后，我们有意识到说，电视节目它不只是说单一方面的提供它一些节目啊，或者是新闻可以做观看，我们还希望说可以提供客户更多不一样的服务。好，所以要开始说用电视。那其实像刚刚说张老师这边有讲到的，有点半强迫式的学习哈，比如说从104年到106年这之间有很大的一个转变哈。那现在的长辈他其实都慢慢的习惯了，因为他发现用电视也可以对发票。好，我们等一下可以操作给大家看一下。好，比如说现在孙子回来说，阿嬷这个发票我没有中。那现在阿嬷回答不是去捡报纸哦，不是去 7 哦，好，他会说你把电视泡开，你用电视可以对发票，这是第一个，跟以往的形态不太一样的。好，那再来第二个，比如说刚才有讲到嘛，唱歌，就是像那个同学有这边有说到，我可能在外面我不好意思唱歌，那我就自己在家里，好，我可以就很尽情的那边 K 歌、唱卡拉 OK 这样子。好，那当然就是也会顾及到每一个就是族群的不同，像学生这边他就非常喜欢看电影系列这样子，好，所以我们也有包月电影的部分哈。你家里如果买的很大寸的那个液晶电视，你就可以自己打造那个视听的一个娱乐的这一个享受哈。那同时你也可以看一下那个生活气象，好，那以往我们都要等整点的时候，我就守在电视机前面说，什么时候要播那个气象报告？现在不用，我只要用电视。我打开，我就可以知道今天的天气的状况。那甚至我用电视，我可以知道，现在的一个道路的这个交通的状况有没有塞车啊，交流道怎么样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很跟以往就是最大的不一样。那我们也希望就是透过数位化的这一个部分，可以提供给民众更多的一个价值服务，这样子。对，这个部分真的非常的方便。那我们民众要知道说如何进入好好去利用，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你也可以示范一下？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画面。比如说我们刚才会讲到的是第一个。生活气象，我不用守在电视机的前面，我就可以看得到今天的一个状况。我今天要出门前，我到底要不要带外套，要不要到薄外套这一块，我就可以看到今天的温度的部分。所以那这是一个，我只要用电视，我一样就可以达到这个功能哈。那另外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有讲到的对统一发票嘛，这个目前是长辈最爱、很热门的哈。25号一到的时候，他就可以想看到，好，比如说像我这边的25号，我已经秀到7月到8月的发票部分，我可以在上面去输入说，我的号码是几号，我可以直接用遥控器去做输入，然后去对，然后说，他就跟我说恭喜你中奖这样子，这个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服务哈。那再来的话，其实它的9宫格啊部分，我们也是从5宫格一直拓展到已经20几个哈。那最重要的部分，像刚才有提到电影馆，我们也跟 Catch Play 这边有做合作哈，所以我们的影片也都非常新哈。那举一个例子，像现在大家都有在看一个电影的习惯，那近期呢，2017年后得奖最卖座的一个影片，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越来越爱你》这一部，我们其实都在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就提供更多元的、更丰富的一个给我们的民众这样子。对，所以现在民众就是说，你这有线电视的提供的这些片子以外，你自己也可以到我们有动漫馆啊，还有电影馆等等的这些片子都非常的新，这样子也提供很多喜欢看这个电影啊、动漫之类的人呢，他们有更好的一个选择对不对？好，那刚才呢，我们张老师其实你也是有看到我们现在有线电视真的是多了这么多的这个发展那这么多便利的东西，你觉得说为你应咱这回路委员开始看过来，今嘛那有线电视提供的服务是不是都给做多啊？非常的多元，而且讲句真的。这就是数位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呐。对，其实我想每个人都有那个经验哈，我们过去都有电脑，那电脑很好玩，就是同样一个牌子的电脑讲的都一样，可是呢，如果我去用别人的电脑，我就硬是
不上手。不顺手，所以现在这个电视啊，因为它是数位化了之后，其实呢，电视也会有同样的状态，它的归属性很强。我觉得除了这一点之外，其实我们真的要谈的是一个天龙地虎的概念，也是刚刚主持人很重要提到的，就是 BB 宽频的那一部分。事实上，我们在讲到卫星哈，我们就直接说它是天龙嘛哈。那我们的有线电视它就是标准的地虎，就是一个地虎网。那这个地虎跟天龙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红胎垂尾照了。所以像我们平常在以前过去我们比如说现在是无线宽频哈，无线的状态，无线哈它很难，它常常会受到非常多的环境、地形地势的种种的一个影响。对。可是有线它最大的一个差别，我们说宽频它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叫频宽。那无线它在整个的一个操作上面很容易受到天候。包括说所谓的大楼啊，那可能你的朋友跟你在一起，你们两个人对抢，那它就变慢了。对。可是有线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无线的那个部分，不是无线哦，它有线，不过哈无限呐。对啊。讲闽南语就清楚了，不然整个都是线过来又线过去的哦。有线，不过是无限呢。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当我们尤其能够有一个有限的环境的时候，事实上那个无限都会产生我们一种所谓的 KK 啊。所以基本上我倒是更期待，在未来我们的有线电视，它能够更协助我们哦，我们的行动装置可以随时的插上那一根线，让我们的行动装置随时可以在有限的这个地虎保护中。那这样子它其实稳定性是够高的。对。那当然这个东西的一个发展就很像，现在大家都在推那个什么纯电汽车嘛，电动汽车，我们就会想，加电站有够，加电站如果够的时候，那电动车就没问题嘛。那再来，如果说我们的宽频节点 BB 宽频也能够随时都有的时候，哇塞，你想想看，如果说我在机场。或者是说我在车站，我随时都有一个线可以让我接，会不会很美妙啊？比那个拿着无线来的更棒。那但是可能在有线电视的宽频的这个部分啊，它当然它可能过去受限到一些法令规范的问题，那它也受限到所谓的区域不互动的问题，那可能就难免会有一些发展上的限制。但是我想在科技终究都逼迫着法令在前进，对，因为现实既然已经造成了需求，显然也在了。我想这个发展应该是指日可待才对啦。我是这样想，不知道对啊，对，所以我们可以请我们教育训练师来说明一下。那其实就是说装 BB 宽频，在家里其实是可以帮你建置这个免费的 WiFi 的环境，对不对？当然没有错哈。但我们就是有线电视目前也是跟 BB 宽频的部分有做一个合作。那其实就像刚才老师有讲到这一个部分，第一个时代是叫我们叫类比时代，那第二个叫做数位化的时代，那第三件事就像老师说的，透过行动装置就是所谓的数位汇流，我把有线电视、把网络、把跟通讯的部分结合在一起，那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样子。那比如说像近期，其实我们在9月份的部分，我们有推出一个BBMOD， 其实我们透过手机的装置，我现在手机装置可以跟机上盒做一个配对的动作，那我透过手机可以同时去观看我上面的一个包月电影的影片。其实我们已经一直在往这个方向跟目标去迈进了，这样子。对，然后现在有什么好看，也可以顺便打一下广告。如果是当然，如果像你现在目前有去下载 BBMOD 的话，你只要要注册登录成会员就可以免费看到15部的一个电影的部分，直接公司送给你这样子，所以赶快去下载跟登录会员这样子。对啊，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好康，也不是说打广告因为你只要就是说直接去下载，现在很方便嘛，大家都到那个手机对不对？直接到那个 Play 商店，或者是说你那个苹果系统的，然后下载之后呢，你下载又不用钱。
然后下载之后又送你15部这个很好看的片子，哎，所以一起谈点啦，对不对？是。好，所以讲到这个网络这一块哦，其实想要问一下同学啦，哈，就是说除了有线电视跟网络，那目前就是说，其实像你本身是大众传播系嘛。对，那你可能就是说，需要多看一些相关的一些影片啊、影集之类的，或者说，你们可能学生也喜欢玩游戏，或者是要查资料等等。那你们比较需求的，大概就是说跟数位化跟网络这一块有关联的，你们的需求是什么？需求嘛？对，就是比如说，你可能需要透过网络去查资料，对不对？有没有这样子的需求？所以你们觉得说，网络的稳定性对你们很重要吗？很重要，就是。玩游戏会比较深刻，因为它会用比较多的那个对哈，玩游戏的部分，很多人就会说哇，为什么那个有一些在那个打仗的啊，那斜台那个，然后为什么我明明出很快，为什么都被人家杀死呢？原来就是那个网络变慢了，对不对？所以你们同学应该常常会讲到这个问题。对哈，就是都会说，哪一家电信的就是网络比较。就是不顺这样不顺哦，所以都害他每次都输这样。对啊，所以网络的这个稳定性跟速度，其实对，就是说你们年轻世代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是不是？对，对。那其他的部分，你们可能现在用网络是不是也都用得非常的多？对啊，就是基本上生活中从智慧型手机出来之后，就是大家蛮依赖网络的。对啊，就是感觉没有网络就。不知道干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每天的生活都是网络。老师是这样，现在的学生就你来看啊，现在学生是大家都对这个网络相当的依赖。我可不可以诚实的从实招来？不只是学生啊，好啊，招我也很依赖啊。而且我对有线电视系统台我其实有一个更深的期许，因为我们都知道。有线电视它的一个宽频网路跟我们一般在使用的网路又有另一个不一样的点，它其实可以做到所谓的安全，然后封闭，它可以开放，它也可以封闭。那我们其实知道现在网络的资安的那个部分，资讯安全我儿子现在应该不会看到我的节目吧？我要帮他泄个底。他在网络上这个刷卡买东西，结果他的那个信用卡，他不是信用卡，他的提款卡，居然在法国跟英国分别被盗刷。哇！我说人都没去那里啊，钱都已经流到那边去了。可是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我们有线电视的系统，我们的这个通路可以跟我们的这银行啊。进行一个所谓的单向单线，就是只给消费者单向去传输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通道。那外面的人就不能截取你的这一个资料，那它必须是由你自己的锁定嘛。我想这个在科技上应该并不难做到啦。那这是安全的一个部分啊，因为我记得在。数位化当开始在谈到有线电视，在谈数位化的时候，那时候我最想要的是订披萨。其实想的也没有太多，当时就只是觉得说，哎呀，我到时候一边看电视，然后呢，我就可以一边看旁边啊，那个哪一家披萨店，就台南市的，然后我就可以直接跟他压下去，就请他送披萨。其实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但是来到了今天事实上我觉得。它已经有非常多在它的所谓的无线频宽上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而且因为它又是连线的，又可能是区域锁定的，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可以操作的东西，尤其以现代科技来讲，绝对不仅止于订披萨这么的小事情了哈。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有线电视台应该是这个竞争力非常强大的才对，尤其服务地区民众，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块。如果我们把有线电视系统台看成是我们的区域生活伙伴的话，那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它就是一个在我们台南地区陪着我们长大的，让它除了可以让你看到我们地方这个全国媒体不会出现的新闻之外，那也不会展现的风貌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是，它应该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区域人民的共有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嘛。对，那所以万一这个部分没有办法我们好好使用，那就失去了它在台南的意义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众跟我们的有线电视台之间的那个关系，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伙伴关系啦。至少我从学理上来看，按理说它应该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才对。那当然呢，因为面对到非常多的一个数位化媒体的一个竞争啊。眼花缭乱啊！我这样比喻，不晓得会不会怪怪的，就很像我们出门看到了很多帅哥，然后看到了很多欧巴，那其实最终还是要记得，就是家里头最爱你的那个男人嘛。那所以我觉得媒体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可能在现代一个多媒体时代。我们的确可以接触到非常多的五花八门的一个媒体世界，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如果能够了解我们手上所拥有的。我们一个跟社区之间，我们的有线电视，因为有线电视系统台，我们毕竟称之为地方有线电视嘛。那在地方，那我想就是真的是一个伙伴的关联。那我会期待这样子的功能，真的可以在我们的有线电视台彼此去彰显。那我们的台南的民众，我们的所有的市民也能够享受这样子的福祉，同时也能够认同这样子的一个伙伴的一个关系。对，没错哎，所以其实张老师真的有勤力研究啊，不愧当过我们非律委员哦，所以呢，他其实对这个方面呢非常的了解，而且你讲的这个未来都是一定会去实现的，但是就是说可能这个阶段要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开发，也要让民众一步一步的来适应。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学习的部分。对啊，所以就是一种我想我们大家彼此半推半就，对，一起手牵手向前走。对，这样很好。好，那讲到这个我们刚刚有谈到啦可能就是在有线电视啦、网络啦或者是说一些手机啦、电脑方面呢，其实是不是就是说可以透过，因为这个数位化是一直在进行的，那这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合作的可能性呢？我们请教那个常务理事。刚刚张老师在提的部分我想到用一句话来最简单把它能够去做个整合，叫做寓教于乐啦。寓教于乐。对，好，所以说其实如果我们在有线电视这一块如果说我觉得媒体它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是只有一个资讯的一个传达，其实它有非常兼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意义。对，没错。对，所以说在这边其实我也非常的去期盼我们的有线电视的业者，好，那除了能够去，譬如说我们去深入我们的社区以外，对，那应该也要做一些，应该也是要去规划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个节目。对，那诚如刚刚张老师所讲的因为无线环境的一个，因为现在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取得非常的方便，但是也代表了一个在治安以及小孩子一个控管安全的一个部分，其实是相对的一个重要。对。好，那刚刚主任讲的是说，那跟我们产业界如何去做结合？那我相信这个是政府常在推的叫做产官学如何去做结合啦。那我是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不是在政府单位是不是也能够扮演一个在产业跟我们学界这边怎么去做一个连结的一个部分，就是未来是值得期待的对，没错。好，那就其实这个部分啊，我知道说，有线电视它这个在网络啦那现在其实就是网络跟电脑一定有关联，那现在有这个 BBMOD 一定又跟手机有关联，所以这个部分呢是未来开发性会更强，对不对？来，小姐。没有错到最后一定会跟就是因为数位汇流这个时代，那一定是有线电视去结合手机，然后跟网络共同去做开发。那当然未来的部分更有可能就是我透过手机我也可以去做一个监控的部分，如果我家里的长辈没有人照顾，我透过手机可以看，那我荧幕上也可以去做观看，那后续的未来发展的部分也可以再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对。那其实呢，就是说除了有线电视以外啊，现在我们这个业者可能面临这个中华电信啊，还有这个 OTT 等等。那在有线电视方面，是不是有什么因应的对策？如果像是在这一块的话，比如说像有线电视跟中华电信最大的差异性，就是其实我们有开始在做一个地方在地的部分那比如说像我们有发现。现在在观看有线电视的人口，我们因为台湾嘛逐渐老年化嘛，所以在看电视的部分，已经
年纪开始会有往银发的这个趋势去看，好，然后再来比较银发的长辈呢，他在看这个有线电视的时间也相对比较长，好，所以我们其实也非常贴心，哈，其实在6月份我们也跟高龄发展协会有做一个异业的一个合作的部分，我们也会提供银发乐活专区，哈，给银发这个群组去做使用，把相关的一些食衣住行娱乐都把它绘制在里面。我们希望就可以提供老年的这一个群组呢，它可以生活上就是更便利或更丰富，比如在健康上面也照顾得到他们啊，跟成大医院有合作，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个保健的影片会在上面，跟他更多一个丰富化的这个部分，这是最大的一个在地性的一个差别，这样子。对，没错。所以其实讲到这个发展，老师，你觉得说有线电视它面临跟其他刚讲到了比如说中华电信、OTT 等等的竞争，你觉得有线电视它其实后续它的这个竞争力也是很强的吗？我想大家现在讲的 OTT 哈，我想稍微解释一下啦，可能也不是所有的观众朋友很多人不知道都了解 OTT。那 OTT 其实现在它最主要就是这个网络上的一些数位平台，那其实我想很多人都会啦，就想看某一出戏的时候就打一个。类似线上看，不过线上看是不对的，我必须要强调了哈。那有一些有品牌，比如说可能大家会比较清楚的，类似像爱奇艺这样子的哈的一些网络的一些媒体公司。那但是呢，有一个另外的一个问题哈，我想这个东西对年轻人可能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我想刚刚我们吕小姐一直提到银发族的这一个部分，那。有线电视它最重要的还是能够回归到一个生活的贴近度啦。我想刚刚我们就提到一个寓教于乐，提到了所谓的教育跟学习啊，但是跨太大步不是好事啊。所以有线电视它还是有它绝对存在的一个意义跟价值。我想是在于，因为它没有太过我想我们说凡事过犹不及。那现在其实 OTT 的东西，很多时候不要说我们自己啊，我们这里有孩子啊，其实连对学生来讲，可能在 OTT 的使用上都还不是那么的，真的不是那么的普遍。他嘴巴讲了2个字啦哈，都还不是那么的普遍。那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的当下来看，有线电视，我想我们的内容的部分还是有相当的一个竞争力存在，也有它的一个相当的需求度存在。我觉得这个绝对不可否认，也不能忽视的。但是我必须要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哈，因为我们都说好，那我们一定要提出了期待。但是我还是要强调改进的那一个部分哈，因为当老师的好像也一定要有这种特质。对，我必须要讲的是，刚刚我一直在看那个遥控器，我还是期待哈，遥控器能够进入声控系统。声控，对，因为我自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体认了哈，好像那个眼睛不太归我使唤了的感觉，所以当颗粒多、颗粒小。我想这对很多的人来说都不会是一个，尤其现代人的眼睛越来越差。那所以我在想，或许那一个遥控器如果能够再进入一个更方便便捷的操作状态的时候哈，我想整个的操作，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老人家在操作，比较大的问题是在遥控器的一个使用上面，那个按键的复杂度。可是你说按键要怎么样少到它剩下10个，那是不可能啦哈，因为功能就越来越多啊。所以它要是能够进入那个声控哈，你看那个多迷人呐！对啊，你开了它，然后讲的话，它就跟你说，哎，那个电影频道，你电影频道它就传给电视去了，你看那个接收盒就接到了，多好啊！会不会啊？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心中很大的梦想？这样哦，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吧。其实透过数位汇流的整合部分哈，在有线电视未来的发展的部分，我们分3个部分。其实第一个部分我们有看到就是银发专区，刚才有讲到的。那第2个部分，我透过一个网络的一个连接，我可以达到一个居家的照顾或是监控。那第3个就是语音互动。好，那语音互动
就是刚好像老师说的，我最好可以就是透过遥控器，然后就说转58台，那他就转58台，或者是我跟他说帮我叫什么东西出来，我就可以叫什么东西出来。所以这个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也是我们在努力的目标这样子。对，没错，老师超期待啊！对啊，你看到好多人的心声哦，所以这个就很多人有这个需求的时候，我们业者他就会努力去开发这一块啊。对，我相信在科技上面应该是做得到啦。那虽然我们刚刚这个有说 Nokia 已经这个结束了它的事业生命，但是他那一句科技始终来自人性，我想是对的啦。那他可能自己忘了 Nokia 忘了人善变嘛，求新求变。那我想，如果我们的有线电视系统，我们所有的业者都能够知觉到求新求变，对环境变革的敏感度有着一定的守望的话，我相信有线电视是绝对是闪亮的商品啊。对，跟我们的生活是非常贴近的状态。对，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有线电视啊，跟这个网络啦，还有跟我们的电脑、手机啊一些相关的这个配备产品呢，其实都是有关联的。好，那我们在最后结论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常务理事也跟我们谈一下？那其实对于你们自己电脑产业跟我们的有线电视的产业，你有什么样的期许？当然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刚刚张老师所提的这个部分科技使用来自于人性，我相信这个是可被期待的啦。对，刚刚所讲的包括是不是能够把所有的功能的整合在一个按键上面，我相信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如果有些电视业者，我相信我们资讯产业的这个部分，我们能够提供的就是资讯服务的一个提供。所以说，如果这个部分在我们有线电视业者频道，我们的业者有需要的话，其实我们也愿意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协助以及共同来开发。对这个部分，我们是很乐见的。对啊，所以其实这个部分还是很需要，就是说，软硬体方面的一些互相的搭配。就我们常常讲的虚实整合嘛。对，这没错。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可以大家把它异业结盟起来。是。对，那发展就是更加无限哦。没错。对，好，谢谢我们常务理事。好，那我们请张老师。我想一路看着有线电视从所谓的新兴产业一路走来。然后在中间面对着科技上一个非常强大的挑战与变革，以及产业政策的一个友善和不友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头，我觉得这个产业锻炼得更强大。那在多变的时代里，其实任何产业都面对到它自己该有的一个问题。那我也看到有线电视的整个业者我想刚刚其实我们的业者代表都有不断的回应我们到一个需求点的一个问题，那个点是打对了。那我觉得任何一个产业，只要它能够跟着所有的时事潮流以及我们消费者的需求向前迈进，我相信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点，然后也是所有的乐听人会乐于见到的一个发展。对，没错，谢谢老师。今天提供很多宝贵的建议耶。好，那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同学，你对我们有线电视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吗？像老师刚刚说那个语音功能，我觉得真的是我蛮期待的一个功能。像因为现在功能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对于电视发展还没有那么顺手去按那些按键，对，可能就是比较不方便。那就是。但是它的就是功能很方便之后，我觉得如果加语音功能，应该会蛮不错的，所以其实现在有线电视它又多了那么多的数位化功能，像刚才也有示范说，你出门就天气呀，这个都可以，然后也可以对发票等等。所以其实就你跟你家里的人来讲，你们也会觉得说，其实有线电视它是有在改变，对不对？就是刚开始虽然真的有点不习惯，它换了一个。那个画面对不对？就以前打开就是电视，然后现在进去就是这样子一个9宫格的画面，好多选项哦。对，那它就是可能像老师说半强迫学习，让我们就是要学着去按这些东西。但后来顺手之后，连我妈都是不用再问我了，就可以直接就是自己操作这样。是有时候还比我还厉害。就原本可能你妈妈他们那个长辈的话，会觉得说有点排斥，说怎么这么复杂？等一下按错又按不回去，按去是不是？对。那现在的话他们学会了。突然发现说，哇，生活里面多了这样子是非常的方便。
就是变得更方便这样。对啊，所以你们新世代的话也期许啦哈，是不是说我们有线电视在这方面的发展，未来能够更多的一些功能，让你们更想去使用它？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电视很重要，就是很重要。对，因为就是让聚集家人吧，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样一起看电视的感觉。对，你讲到这一点很重要。其实就是说，很多人如果说你自己用网络、用手机，然后就是很多人都是自己分别在自己的房间，然后家人凝聚的感情越来越少。那很多人又透过什么 LINE 啊一些通讯媒体在那边传，明明就在楼下，他就用传的，然后大家都不见面。但是透过有线电视，就像刚才我们同学讲的哦，就是你们家的人可以一起吃饭的时候看电视，一起聊聊天，大家就有多了聚集在一起的时间，对不对？对，这一点真的讲得非常的不错。好，那我们最后就请那个小梦训练师。就是其实刚才像主持人还有各位来宾有提到的，网络的重要性其实一直是被指日可待跟有线电视。那其实，在 TV 这边哈，我们还包含就是有网络的一个服务。那我觉得可以特别分享就是我们的因为大家最在意还是网络的品质，或者是稳定性，或者是使用上这一块。没错。那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也是业者一直最重视的一件事情哈。那所以我们其实，在那个光纤的这个干线的这个架构上，我们也投入了20亿的部分，在做一个这个环状的一个架构。那也一直在做一个光点的切割。那所谓的光点切割，其实它切割越多，其实对于用户它的流量在使用就会更顺畅这样子哈。那再来部分呢，就是像有提到说。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如果我们有接获到异常的通报，比如说叫维修这样子，我们现在应该很少就是会1天以上没有办法没有讯号可以看，几乎很少有这样的状况。因为我们的系统都已经非常的先进哈。像现在如果我们接到维修，基本上都在12个小时以内，我们就是整个处理完毕。好，那除非当然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灾害的状况，才有可能超过1天这样子。好，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自己也建置24小时的网络监控中心。好，那我们就是透过一个人员去做一个现场的监控跟维护，只要一有发现异常的状况或是不稳定的状况，其实我们就会马上通报给我们工程人员去到现场去做一个维修。那以往其实在维修的时间啊，师傅到现场还要查说哪边有问题，或者是有找不到一些地方。可是现在透过科技的发达，我们很快透过监控系统，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环节就是出错，所以我们的维修的一个时间也是非常有效去做降低哈。那再来部分呢，其实业者当然很重视大家的一个品质状况，其实我们有提供主动查修的这一项服务哈。因为我们在观测当中，如果假设它的讯号有点不稳定的这一个状况，其实我们人员就会主动过去。那我分享一个就是客户服务的一个案例哈，像客户他会主动进线说，吕小姐，我这边没有叫维修啊，那怎么会有工程师在我家外面的那个线路在干嘛这样子？那我们就一看系统就发现说，原来就是像主持人讲的，你这边讯号其实我们有查到有杂讯的这个状况，那我们工程主动过去，好帮你做一个关怀查修，我们不用等到你电话进来，然后我们才过去处理这样子哈。那再来的部分呢，像以往都会很担心说，公共工程在施工上面会不会影响到这个线路的一个影响这个合作关系哈。对。那其实我们现在跟那个市政府的公务局就是配合的关系很好。好，那包含如果假设像台电如果有停电这个状况，其实我们人员都是就是接获在通知之前，我们都会到达现场去做一个备援，去降低就是最短的这个维修的状况。所以如果是在服务品质，不管在有线电视或在网络这一块哈，我们都一直在努力在做。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架构环境，其实我们是在9月的部分，我们的网络其实也提供到高速的上网，达到600 Mbps，对，我们已经有达到600 Mbps，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突破哈。而且这个突破它是不会因为地域，不会因为就是只要是我有线电视的客户，我都可以做到600 Mbps的这一项服务，不会因为说距离机房远近，其实我们是光纤没有这个问题，不会因为远近的关系，你这边会有限速，只能走到几 Mbps，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哈。那当然就是跟机上盒去做结合，我们也会赠送一些看片金，那让你去做一个使用。如果像学生有喜欢的影片，你可以去单片的一个去挑选，去一个使用的部分。好，那这个也是未来就是我们在期待，就是可以更完整的去做一个数位汇流的一个核整的部分，这样子。好，谢谢训练师。
好，咱今仔日的节目吼，如果观众朋友你有详细来听吼，你应该嘛会受不住这个感受的。讲有线电视提供的服务，真正伫咧数位化了后呢，加了真侪嘛，真大心嘛。可能一开始你会感觉无方便，但是呢，你用熟手了后，你会感觉讲你的生活真正袂当欠快意。好，咱今仔日非常感谢吼，咱观众朋友收看，嘛再一次感谢现场4位贵宾，谢谢你们。好，咱市民新声节目呢，就伫遮告一段落，下礼拜同这时间，咱再会。